克大学临床专业研究生阿伊古里阿布莱提被拘留在集中营。他目前住在土耳其的哥哥托尔勋江阿布莱提在接受欧洲新闻网采访时说，他的妹妹几个月前被关进集中营，但是直到1个月前他才确认。他说，我以前通过微信与我妹妹阿伊古里交流，直到2018年2月，他们告诉我家人希望我不再与他们联系，理由是我父母的压力很大，他们受到了中国当局的威胁。不久后，我的微信被列入黑名单。众所周知，东突厥斯坦的许多科学家、艺术家、教授、学生和来自各个职业群体的人们被中国当局关进集中营。麦克彭佩指责中国共产党企图抹掉其公民的信仰和文化。美国国务卿麦克彭佩周六评击中国对待维吾尔人和藏人，并呼吁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彭佩在推特上写道，从西藏到新疆，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与打击恐怖主义无关，中国试图消除其本国公民的信仰和文化，所有社会都必须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中国被指控对维吾尔人实行系统的镇压政策，限制宗教、商业和文化权利。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已引起了国际舆论强烈批评。中国中央电视台宣布，中国今天起废止实施20余年针对卖淫和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制度。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后，收容教育制度不再实施。收容教育制度可回溯至199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罚卖淫嫖娼的决定，其内容规定，对卖淫嫖娼者，可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其实改掉恶习，期限为6个月至2年。中国在2013年废止了劳教制度，即劳动教养的规定和制度，但是在被占领的东突厥斯坦，中国当局继续执行集中营政策，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民族受到任意拘留。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打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感谢特朗普通过特殊渠道传递给俄方的信息，帮助防止在俄罗斯发生恐怖行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由于得到美国相关单位提供的情报，俄罗斯安全局逮捕了2名俄罗斯公民，这2名俄国公民计划在圣彼得堡的公共场所发动恐怖攻击。吉普当局和有俄罗斯撑腰的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完成囚犯交换。已遭拘留的作战人员交换被囚于武东数年的平民和公务员。根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在换囚行动结束后发布的声明，吉普接收了武东释出的76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9日在巴黎首都举行会谈，当时双方同意采取行动降低两国间的冲突态势。